Tasty 全新單元 Tasty 高頓高，我哋請到金仔同大家分享足球心水睇法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資深足球迷啊，金仔啊，咁我都係長期支持利物浦嘅忠實利物浦 fans 啦。初同大家見面啊，多多關照啊！咁咧今日咧同大家想講一講咧，今個禮拜六嗰場英足杯嘅呢個英足杯大戰啊，決賽啊，車路士對曼城。咁有啲咩好講咧？就係車路士近排就對我哋利物浦啦，我哋利物浦又成功幫佢止血啦，而嗰場波又1-1嘅。係啦，而曼城咧就週中有場補賽對水晶宮啦，秋風送爽之下3-0解決咗水晶宮啦，而全取3分啦。而嗰場波關鍵之處就係科頓頂替卓奇個中場位，話成功有2個助攻喎，分別有32分鐘同埋40分鐘啦，去助攻俾由馬莫殊同埋斯曼尤入波，哇攞到全隊嘅9分最高分添啊！哇，你聯想下曼城哥迪奧拿出後備都有咁強陣容啊！跟住臨尾見到入咗2球啦，都俾嗰陣靚仔唞下啦，出翻卓奇啦，攞翻啲靈感啦。之前卓奇都好攰啦，所以就哥迪奧拿特登俾佢唞下啦。咁卓奇79分鐘上嚟，哇又交到個助攻俾沙維奧尼，沙維奧都射入波。咁呢場就唔使睇啦，大家知道點諗啦。嗱，我著埋俾你睇噶啦。咁另外一個數據就係喺呢場決賽執法個球證就英格蘭啦，達倫英格蘭。咁達倫英格蘭咧執法呢兩隊波咧有個好奇妙嘅數據嘅喎。就係分別就去執法曼城13次，有11勝1和1負喎。跟住執法車路士有7次，但係個數據又得個3勝3和1負啫。尤其是最近嗰場就車路士對列斯聯呢，都係格倫英格蘭執法嘅。咁結果車路士就1-3慘敗啦。咁大家如果想投資嚟講，都識揀啦。喂，全力支持曼城啦，讓球客 win， 喂實推無妨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